5月23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係一個唔會停落嚟嘅人啊，一直揾緊屬於自己嘅地方。外表出色，好受歡迎，有潮流嘅觸覺，溝通能力強，可以即刻察覺到人哋嘅需要，但係比較受外界環境嘅影響，在乎人嘅評價。喺感情方面，你冇限制邊一種 type 嘅人呢？你係特別中意嘅。可能有啲人會中意 man 啲啊，有啲人會中意靜啲啊，你係冇限制嘅。而你自己本身嘅形象呢，會按照對方而改變。結咗婚之後呢，你都會 keep 住忙㗎喎，有好多嘅興趣啦，同埋忙於工作，你亦都好怕受束縛。如果對方咧干涉你嘅話咧，呢段感情係好難長久嘅。而性嗰方面咧，你認為性係一種交流，你思想好開放，但係小心喎，慎選伴侶，盡量避免咧喺一啲嘅性伴侶當中咧選擇你嘅終身伴侶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你嘅工作效率好高，你好知人善任，你亦都好知人哋要乜，但係亦都好容易接受人哋嘅請求啦，唔識拒絕，而令到自己非常之忙碌，掛住忙人哋嘅嘢咧，而冇做好自己嘅事。而財運嗰方面咧，亦都好旺，揾到錢，但係使錢亦都好大。如果同人合作嘅話咧，記得慎選你嘅合作伙伴，你嘅合作嘅 partner 咧會直接影響呢個財運嘅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對自己負責任。好多時咧，你識得對人哋負責，但係唔係好識對自己負責，亦都經常冇好好表達一件事，又或者冇好好咁樣拒絕而令自己中招。唔好淨係幫人，好好咁為自己做決定，係你今生嘅課題啊！